人大常委法工委副主任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先生喺深圳一個研討會上發表咗一個意見，佢係研究一國兩制喺港澳咧要進行再啟蒙。咁呢位主任個 title 就夠晒長啦，不過講嘅嘢咧就夠晒簡單。咩叫做再啟蒙咧？法律唔係攞嚟啟蒙嘅，尤其是係憲法，係攞嚟界定清楚政權同人民嘅權責關係，唔係用嚟啟蒙嘅。革命先係用嚟幫大家啟蒙嘅。例如剛告一個段落嘅雨傘革命，雖然好多香港人就唔敢咁講，但係咧國際上早就叫2個幾月嚟香港發生嘅一場佔領抗爭係一場革命。革命唔係一次就可以改朝換代。呢次佔領雖然間告一段落，但係以後連串抗爭運動嘅開始，香港人最終爭取到民主嘅時候，所有事件合起嚟咧，自然就好似一場革命咁啦。嗱，回顧一下2個月嚟嘅佔領同抗爭，我必須要指出幾點與別不同嘅地方。呢啲不同之處啊，不單止超乎香港民主派嘅經驗，亦都超出咗中央官員處理香港事務嘅經驗。中央官員一早曾經誇大其詞咧，話佔中係一場顏色革命，以為咁樣定性咧就會嚇怕小市民不敢參與革命喎，好危險嘅喎。點知反而講到中晒，香港人不怕危險，參與咗呢場俾國際傳媒稱為嘅雨傘革命。毛主席都講過啦，革命不是扯額係份，不是做文章，就不是繡花繪畫，而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嘅暴烈行為。嗱，香港人做嘅係非暴力抗爭，換來嘅咧係棍棒、催淚彈同胡椒噴霧齊飛嘅鎮壓。統治階級就非常暴烈，但係人民咧就冇怕到，前後有近1000人被捕，面臨刑死訴都唔怕。咁同一場革命係非常相似嘅。人民不怕，起義行動係第一點。另一點不同之處係人民各自直接行動，並唔受任何人或者組織嘅領導。咁係代表全民抗爭嘅勢頭，亦都代表咗咧香港人爭民主已經唔係再依靠一直代表大家嘅泛民主派。呢一點先至係最同以往唔同嘅地方。中央要處理香港人嘅民主訴求，以前係同泛民一啲代表性嘅人物私下商討，以後咁做一定唔得。任何決策都要直接公開俾香港人，要直接同700萬人進行對話，取得港人嘅共識，否則咧抗爭係唔會停落嚟嘅。又講翻研討會另一位講者陳佐洱，佢話香港喺佔中之後需要深刻反思，吸取教訓。我唔知佢想講乜，我想反問佢，作為前中央官員，有冇反思過搞到中港關係依家咁差，係咪應該有慚愧之心呢？而如果香港人反思之後真係起嚟抗爭或者革命，中央又點面對呢？